所搭的土地，求你照着你所应允摩西共一样来赏赐阮，互阮通知影，伫阮的平生的日子，无一个人会当徛掉伫你面头前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无要去杀阮，你也是阮随时随刻的帮赞。阮也恳求你来祝福着有枪的众兄弟姊妹，恳求你赏赐阮有同心、同心合意的心、同心合意的灵伫阮的当中，也恳求你赏赐阮更加有智慧，互阮通知影凡事拢通互相效力，会当知影只有你才是阮的力量，只有你才是阮的避难所。阮就要来跟对你，无论阮到倒落，主你拢互阮得胜。你所赏赐的，阮的毋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、保守的心。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教会消息：第一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定的妇女事工100周年奉献主日，敬请兄姐为着妇女事工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本会为本主日开始接受110年度顶学期的奖学金申请，收件查址到今仔日为止，既若规定申请各符合标准的，本会要定伫3月13日礼拜当中颁发奖学金来鼓励。3月10日暗时8点，咱要召开奖学金的审查会，敬请各位组员出席。第三，有报名参加3月11日暗时6点半到9点半，3月12日早时8点半到暗时9点半，咱要伫敬拜中心举办全人敬新营的兄弟。当天请大家准时参加。第四，3月份定期中职会延到下主日3月13下午3点半来召开。敬请全体中职留意出席，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。第五，70周年筹备小组，咱要定伫3月20日迄个主日中午12点，要伫3楼会议室召开。敬请陈牧师、潘牧师、立中长老、海平长老、明清长老、美玲长老、文成执事、庄成武执事、木源长老、瓜洪干事、明家干事出席参加。第六，本会定伫3月20日下午3点到6点，咱要举办幸福小组的启动会，对象是区长、小组长、副长甲幸福的同工。地点是伫敬拜中心，敬请咱伫3月13日以前来咱的区长来报名。第七，本会2022年顶半年度装备课程，咱要伫4月7日来开始，伫每一个礼拜5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要来举办。敬请各位兄姐咱来办角色报名来参加。第八，本会定伫3月7日举办主劳会救我关会助人的活动，时间伫9点到下晡的5点。咱的地点是伫咱的教会副堂的头前的广场。敬请若要关会的，咱带着咱的身份证前往排队来关会。既若关会的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。第九，本会定伫3月27日下午2点到10点，咱要伫敬拜中心举办复兴祈祷特会。咱的讲师是李保罗牧师，伊是恩惠新学院的院长。咱来欢迎每一个兄弟、中职小组长、同工来踊跃来参加。线接具体消息：第一，互助社消息，社员团体保险，本主日到3月17日礼拜四以前，咱来接受办理。咱若超过这个时间，就无受理。
欢迎咱互助社来接顺。煞接教界的消息，咱请潘牧师。教界的消息，我来报告。第一点我都无报告，大家来看，已经报告落礼拜啊。第二点吼，真重要，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即个高雄小区，定期3月26日拜六早起举行灵修旅游的活动。地点伫龙銮潭吼，费用是1000块，吼，所以欢迎姊妹来参加。这是3月12拜六进前吼，属会队长来报名参加。第三点，3月初5到初6，马街宣告150周年庆祝活动，伫台北市和平篮球场来举行。陈牧师、加牧师娘做伙甲高雄中会的团队做伙前往参加，请大家献上代祷。第4点，国都复兴合一祈祷联盟吼，发起全台教会40天自节祈祷的活动，并且出版即个悔改、更新甲复兴40天自节祷告的手册。有意愿参加即个活动的兄弟，请办公室来即个登记领取。所以伫即个联盟吼，也伫3月初9，伫武昌教会，甲3月10号。高雄林良堂暗时7点半，举办即个启动祷告会，欢迎兄弟前往参加。以上。这是咱来恭守上帝话。圣经伫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咱要对第9节看到15节。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第9节到15节。保罗面试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地，求伊讲。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。保罗已经看见异象，阮才会念面意爱要去马其顿，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。所以对德罗亚搭船，直直到撒摩特勒，隔日到尼亚波利，对遐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迄地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人分析的城。阮伫即个城踮几若日，伫安息日出城门外，到河边拍算伫遐有祈祷的所在。着这地，甲所聚集的妇人人谈论，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人，名叫吕底亚来听。伊是推雅推勒城的人，并素敬拜上帝。主开伊的心，互伊转保罗所讲的话。伊甲伊的家已经受洗礼，就求阮讲，若掠我做真实信主的人，请到我的厝住，就强强留阮。即时赞美，咱请相连圣歌队。
讲道题目是蒙福的路顶啊，咱请彭牧师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咱各位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因为今仔日牧师的身体欠安吼，我讲牧师看啊较大张，啊搁大箍背，有可能欠安。像阮即款人哦，就是吼，因国小的时阵，毋是早前迄个校长拢足爱讲话，对无？啊，若是人校长讲话，若是讲一个句吼，都有人昏倒。你有这经验无？有嘛对无？啊，结果吼，奇怪，我徛6档吼，伫咧迄个即个操场徛6档，毋捌昏倒。有一摆我就惊啊昏倒，真诶啊！我惊啊昏倒，叫老师行我边仔讲，莫起来起来，哦，后来佮记起来。奇怪，迄人昏倒就是讲有人边仔两个对无？两个同学讲，啊，紧甲换去保健室，好休困者。哦啊，即个若是我昏倒，老师讲。莫起来起来吼，因为自细汉时阵我就真勇壮啦吼，生了真勇壮，啊，搁田径队，所以看起来散散乌乌啊吼，看起来是无可能会倒落去的人。总是即礼拜是真无用的一礼拜，因为无顺利去开一个刀吼，伫拜一的时阵吼，拜一的时阵去开一个刀，然后拜三出院，原本想讲是一个真细一个手术吼，啊，无想到讲。无按算讲伫拜三暗时吼，就发烧，啊发烧拜四就紧去赶急诊，啊拜五早起吼，就是然后4、5点仔就送去手术房吼，啊落尾才了解讲是伊的即个盲肠吼毛囊炎嘛吼，发炎啊，所以去挂即个阑尾炎啦吼，啊听有无？有吼，有挂过牙手一下无？拢无。感谢主，你一生平安。嘿，若是无挂过，恁迄个毛肠拢袂发炎，拢会真平安、真健康。因为虽然即马手术真先进吼，啊伊个空喙一点点仔尔吼，总是无孙娘会先进受影响，就是因为伊旧年住院住真久嘛吼，所以伊真惊住病院。住院若是久的时阵。伊的即个肌肉萎缩，啊，搁伊的复健，啊，搁伫即个病院的环境其实是无介好，所以对伊的生活的即个品质吼，复原就搁愈慢安尼啊。所以来为伊祈祷，啊，求主互伊会当食会落、困会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就是继续为牧师祈祷。啊，你若是有继续为祈祷的时阵，伊就会愈来愈好；继续为祈祷的时阵，伊就会身体愈来愈勇健。所以伊开始来读圣经的时阵，上帝互伊即个感动，伊甲一工会当读10章的即个圣经节。有时暗时困袂去的时阵，4、5点起来读圣经，然后我就看见上帝伫伊身上有做真好、真水的即个医治的即款的生业。总是咱的一生敢有可能拢是平顺，拢是讲无风险、无灾。是无可能的代志嘛，对无？总是咱伫黑暗当中、伫灾害当中、伫困苦当中的时阵，咱会当倚靠的都是咱的天父上帝。就像咱今日所唱的这个诗歌所讲，免烦恼心平安。伫拜三的时阵，咱经历这个上大的停电，有真侪所在无方便。牧师开车到病院的时阵，真侪车行顶拢无作用。总是台湾人嘛是真守规矩啦吼，我看是真守规矩，大家会相让吼，袂讲伫若是伫别个国家，我毋知影会发生啥物情形吼。所以，讲伫即个黑暗无特殊，伫即个无车行顶的时阵，咱是大家会当小停者看者，然后搁来头一个来行，迄是真好的代志。所以，若是咱生命当中有拄着灾，若是有拄着风影，有拄着真互人心内大逼迫、心内艰苦的代志的时阵，咱会当甲当做是讲，上帝互我停落来，小想一下，停落来小看一下，停落来感受一下上帝的引带。所以上帝引带伫咱的生命当中，是一个真好的代志。然后我伫拜五的时阵，歹势拜六的时阵，搁去住即个第2期的即个莫德纳，我咧
顾无孙女其实住伫病院的时阵，伊歹困，我嘛歹困吼。我歹困就是因为讲咧边仔咧困的迄个什物，迄个眠床哦，顾病人迄个眠床，迄毋是眠床啊，迄椅啊，哦，因为我倒落的时阵都卡掉的啊。听有啦吼，有去顾过病人迄时阵卡着，无就叮当，无就冰箱啊。啊，然后无想有歹困，是因为我讲足大声的啊，所以无想有歹困。所以我拜六的时阵去做莫德纳第二期，第二期的时阵我行入去，其实我是心内是真轻松啦吼，想讲紧做好以后，紧会当转去病院顾无孙女。我行入去的时阵，医生看我真轻松吼，伊就真认真甲我讲，你第一期是做即个莫德纳吼，啊是啊，无有啥物感受无？讲无啊，就留啊酸疼安尼尔。啊，医生就甲我讲，潘先生，你做这第二期的落去的时阵，可能吼，即个作用会较大哦，副作用会较大哦，规身躯酸疼，啊，然后头壳疼，啊，困袂去。然后发烧，啊，然后就是有足侪即款的情形。恁拢做莫德纳吗？做了，拢莫德纳。哦，3剂莫德纳，3剂啊。好，然后我就讲好啊，紧甲做的安尼啊。啊，做好以后我就无想到啥物，啊，但是伫行出来以后，拢奇怪，那规身躯酸疼。人神叨叨软搞搞，啊，然后困袂好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你若是听无牧师咧讲啥物吼，毋是你昨困无饱，也毋是牧师信心充满，是因为莫德纳啦吼，所以请大家原谅啦吼。所以今仔日是即个妇女即个100周年的曙光的纪念，咱先来看一个影片，啊，然后咱再来继续，咱来介绍咱今日的女主角吕迪亚。我来看完影片，有影片吗？无，安尼我家己搬。伊讲无影片，免关电话。无影片，我讲爱放影片的吼，好，不要紧。安尼咯，醒起来吼，直接讲啦。所以伫即个咱今日课所看到的即个经文当中，即个吕迪亚，伊是一个卖知识部的负责人。知识部的负责人，早前咱讲知识的部是上贵的啦，吼，上贵的部，因为伊若是要摕即个早前吼，染即领衫，黑色、红色、白色，还是讲其他的色，拢会当真简单摕着。但是要染即个紫色的衫的时阵，都爱即个畅水墨伫即个深海当中，啊，然后吼去收即个或者一个有一款即个知识的落地。啊，摕起来以后，来提炼哦。啊，所以人讲即个知识是即个君王的色，因为伊真无容易去摕着，因为伊也真无简单去摕着，因为伊嘛是即个真侪早前真侪富贵人，也是君王，也是即个好野人，因会穿的即款衫。所以因穿衫出来时阵，伊就会当赶紧讲，因即个社会阶级是啥物，社会阶级是啥物。所以吕迪亚伫迄个所在，伊做一个女性，伊会当做真成功的生意，吼，伊当做真成功的生意，因为甲伊往来遮个客户，拢是即个毋是好野人、富贵的人，无做官，无就是即个君王。所以伊伫即个做生意做得真成功。早前伫希腊的世界当中，女性的地位比以色列人较悬一点点仔。较悬一点点仔，总是伫马其顿迄个所在文化真黑暗、真无好的即个文化当中，吕迪亚伫迄个所在做生意真成功，然后伊啥物拢无欠的情况之下，伊拄着保罗伫迄个所在讲道，然后讲道以后，上帝讲伊啥物，伊的心就开阔来接受耶稣基督，然后留因伫即个所在，然后请因做人客。嘛招待因，然后也支持保罗的即个宣教事工。
所以伊即个人是蒙福的。我毋是讲伊伫财务顶面，也是讲经济顶面蒙福，是因为咱看头前的遮个经节，原来保罗甲西拉伊要去别个所在传福音，总是上帝信心充满。伫暗时啊，互伊看见异象，有一个人出现伫保罗的面头前讲：“请来马其顿帮助阮，请来马其顿帮助阮。”然后保罗因着坐月头到马其顿迄个所在，为虾米去迄个所在？无人了解，无人知影为虾米。总是因到腓立比迄个所在去讲道的时阵，互女弟仔来信主，然后伊会当来军队上帝。来军队上帝以后，伊所做的服侍真重要。伊用伫经济顶面支持保罗伊的宣教事工。所以上帝的计划甲异象有伊家己的意思，好的意思。上帝的计划甲异象有伊好的意思。虽然有时看起来，上帝无照咱的祈祷甲计划去行，上帝无照咱人生的计划，无照咱人生的祈祷去行，总是上帝伫咱的心上。愿意军队伊的人，愿意服侍伊的人，因心上有好的意思。亲像保罗看见异象，然后伊先到马其顿去服侍，然后伊就有得到即个好的即款的同工，伫经济顶面来去支持伊的服侍。愈听伊伫所有真富有、世间真富有，伫经济顶面、伫物质顶面真富有的情景当中，伊的心会当得到上帝的安慰。伊会当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伊的救主，伊的心甲伊的经济拢真富有，然后伊会当来支持宣教事工。这敢就是咱所讲的，今年所讲的进入丰盛、培加拓展。丰盛是啥物？丰盛若是伫世间，咱大家拢摕有的，做生意，互你生意成功；投资股票，互你迄个股票会当起。然后你做啥物拢真成功，伫即个世间，你摕会到的物件，你所毋茫摕到的物件，你拢通摕到的时阵，我想这毋是丰盛，毋是对上帝遐来丰盛，只是对上帝遐来丰盛的一部分尔。若是要讲蒙福，嘛是要讲丰盛，毋那是伫物质顶面、经济顶面，也是讲咱的毋茫顶面会当实现利益。搁较济就是对信心遐来的，搁较济是对上帝遐来的感动，搁较济是对耶稣基督甲咱三角弟弟伫黑暗当中、伫病痛当中、伫咱无法度改变咱生命当中的时阵，耶稣基督诚做咱毋茫，诚做咱的快乐，诚做咱的帮赞。愈伫伊伫即个愈成上看紧的时代，伊咧做生意，伊真辛苦，嘛有真侪人甲看轻。无论如何，伊都生意搁较成功，伊凊彩搁较水。无论如何，伊偌济偌富偌好呀。无论如何，伊有偌济即款的萝卜，总是无法度改变伊心内即款的自卑、艰苦、受人看轻的即款艰苦。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为虾米吸引遮济妇女来军队伊？因为耶稣基督对妇女讲话的时阵，甲当作是一个平等的人。早前以色列人讲一句话真歹听，讲你若是甲妇女讲律法，教伊读圣经，等于是教伊行奸淫啦。哎，他会讲即个话，所以早前的即个查甫人，若是伫路上甲查某人咧讲话时阵，即个人就误会垃圾。哪有即款道理？哪有即个无公平的代志伫当时来发生？总是伫台湾早前的社会嘛是共款。妇女的即个社会地位真低，妇女伫早前真艰苦，妇女伫早前咧服侍嘛真艰苦。我会记得早前伫美容一个阿嬷，伊心内受感动，伊要来教会信耶稣，伊真温困，真骨力，拢会来准时去教会聚会。总是伊的先生，伊嫁了一个真缘投的先生。但是外表看起来缘投，无来财啦，你知无？听有无？
无内在，佫嫌家私歹，哦，就后甘骂安尼啊。一尴尬，伊若要去教会的时阵，你若去教会，咱有离婚啦。你若要去教会哦，就要莫佫转来啊。一尴尬，毋着咧遐讲，啊，你若要教会哦，你就莫转来啊。你若要教会哦，无路用啊。你若要信耶稣哦，我就无甲你赶我出去。即个阿嬷，即个阿婆，早前是甲即个阿公吼，阿公吼是人生啊缘投尔啦，总是无半撇啦。伊也无做啥物好的头路啊。即个伊的囝儿时势会教了好，一个做警察，一个做老师，啊，一个做即个即个做啥物啊？我袂记啊。但是伫因转来时阵，伫厝年团圆的时阵，伫过年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因即个家庭真和谐。但是虽然和谐，总是生囡仔总是有出一个较无好的嘛，吼，这正常啦，吼，正常嘛，对无？对吧？正常。4个拢好嘛，真好啦，吼，5个好，6个好，7个拄啊好，遐嘛最好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伊受到真大的压迫。然后大概因翁咧甲骂的时阵，伊就骹蠓干的，笑，慢慢仔行去教会。啊，因翁就会有时会落来教会骂，会到了来教会嚷，会来教会甲黑白大声甲安尼甲骂。总是即个阿嬷伊真有智慧，等伊先生伫遐大声喊话讲：你若去做礼拜信耶稣，你就莫转来啊！你死我靠就好啊！啊，伊就慢慢啊，笑甲讲，我若无转去厝诶，谁煮饭互你食？谁照顾你？啊，你会枵死呢？我也毋叫骂啦，然后就生气，伊家己就走转去。然后转去时，阮就真烦恼阿嬷讲：啊，你转去间先生会甲你拍，啊，会甲你骂，会甲你赶出去。讲袂啦，免烦恼，我靠上帝，上帝会互伊信耶稣啦。结果真正即个阿公落尾，在因即个阿嬷，在迄个阿嬷来教会做礼拜，无偌久，即个阿公嘛受洗礼，叫做基督徒。所以早前咧，即个社会，尤其是客庄即个富人人，的生活是真艰苦。所以有人就讲一句话讲吼，就讲一句话，刻意的一句话讲吼，即个嫁查某囝毋好嫁入客庄啦。吼啊，若是嫁入客庄，就做甲歪腰，做甲就是做甲歪腰，做甲要死安尼啦吼。吼啊，所以搁一个伫美拢搁一个所在叫做竹头角啦，有去过无？无去过，伊是一个真偏僻的所在，黄蝶翠谷，我有听过。哦，迄真水，迄个所在就是竹头角。啊，因吼有讲一句话吼，就讲即刻意一句话吼。我等下讲煞以后，请招娣长老来帮我翻译啦吼。因为招娣长老伊伫A9学校毕业的，所以伊会当来台下顶比互大家看。讲一句话就是讲有妹莫甲竹头皮啊，意思就讲吼。若是有查某囝毋通嫁去迄竹头角迄个所在啊，哦，是凡属搬竹菜啊，就是说意思是讲哦，食番薯啦，啊配番薯叶啊，啊可怜啦。但是即马你看换一个角度来想，即马番薯甲番薯叶啊贵三三，伊迄个阳明山顶面你若插一个番薯叶啊的时阵，哦，一份200块一点点仔尔。啊，你若要食伊的番薯吼，我惊死人去凊一个番薯，烘的番薯哦。凊一条起来，讲105块，哈，105块伫南部天好食一个鸡腿便当啊，到遮来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早前的妇女的即个真艰苦，总是即马现代的妇女因所受到的无共款的即款的挑战，无共款的挑战。我所要讲的是讲，伫女媧啊，伊真认真。真即个真骨力的服侍，是因为伊看见耶稣基督对所有的妇女，当然迄个时阵是保罗所传的耶稣。保罗可能有讲真济耶稣的故事，保罗所听到耶稣的故事，可能成功的第一个见证是：我咧行路的时阵半暝，我咧行路的时阵半路看见大光啊，我怎青面看袂到啦？原本我是要去掠即个基督徒的，结果。耶稣对天顶显现啦，对我讲话啦，
我看无几落几工哦，我真来真艰苦呢。我本来掠做讲哦，我的目睭真光哦，我的目睭吼会当即个扫描，看到即个基督徒，我就掠去，甲处罚。总是上帝我看袂到的时阵，我来想讲啊，我过去所做的代志，敢是真的，敢是好的？所以愈听听到即个代志的时阵，讲哎，真的有影呢。即个保罗，伊若是搁做见证的时阵哦，我的身份是希腊人的身份啊。我若是论即个血统的纯正的时阵，我是犹太人受过割礼啊。我若是讲校毕业，讲即个比即个学位，我是博士班的啊，加玛列门下的啊。我若是要比即个世间有的物件的时阵，我是第一等啊。你若讲吼要比即个职业吼，要比即个头路啦，好吼，我是咧即个织帐篷的啦。我讲织帐篷早前会当趁真侪钱呢。因为早前因若你去旷野，要入去旷野，要入去山脉当中的时阵，拢爱住伫这帐篷当中。若是破去啊，是不是爱找人修理？啊系嘛？所以伊生理一定真好啊，伊会当做，嘛会当修理啊。伊若是伫踮一个所来做生理，伊一定会变做真富的人。总是保罗讲一句话讲，早前看做好的代志，即摆我看做无好。我甲遮个物件拢放杀，因为啥物呢？因为耶稣基督。才做我生命当中唯一真重要的物件，所以愈听到是以后，伊心内就感动，讲哇，伊所讲的耶稣，甲遮厉害。然后伊阁听过讲，耶稣伫即个甲撒玛利亚迄附近人咧讲话，伊阁听到讲，即个玛利亚规个涂骹用目屎甲头发为伊洗骹，伊阁听到讲。耶稣身边真侪富人人，耶稣拢会甲伊讲道，对伊讲道，然后尊重因，也因带因所行的路。甚至讲耶稣国换的时阵，第一个到即个耶稣的即个山洞内面的迄个，就是两个富人人嘛，就是将遮个好像是保护遮个社会地位低落的人，无五毛的人。上人看轻的啦，所以愈听伊心内会感动，会军队耶稣基督，是因为我啥物拢有，但是我无尊重，无受到人的尊重。我啥物拢有，但是我应该我一生爱有一个目标啊。真不有人惊啥物？惊无目标啊，无受到人尊重啊。总是伫耶稣内面，你这两项拢有啊。受人尊重，然后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，就是异象。耶稣。特别为着伊可能受足久以后，甲讲哈，保罗所讲，伊暗时啊，看见迄个异象，讲请来马其顿甲咱帮赞的时阵，迄个异象，就是为着我这女弟，伊互我得救，所以我应该爱支持保罗的事工，所以我应该爱支持保罗所讲的代志，所以我应该爱支持也来传扬保罗所讲的即个耶稣基督。虽然我对伊无啥对耶稣无啥了解，总是我会当支持保罗所讲的这耶稣。因为现在伫咱想袂到的所在，上帝已经帮咱陪伴。因为现在伫咱伫困苦当中、伫艰苦当中的时阵，上帝就互咱异象，然后呈现天使来帮助咱。咱伫想的时阵想袂到，咱咧做的时阵来做嘛想袂到，总是到落尾时阵听伫。才了解讲原来上帝早就为咱来陪伴啊！即款大的恩典，我嘛会当坦白讲，伫无顺利住院的时阵，我嘛怀疑，我嘛伤心，我嘛生气，奇怪，愈祈祷愈无效，愈祈祷病情愈重，愈祈祷愈出院的时间愈长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但是伫每一个抗战，拢有上帝来顾惜；伫每一个抗战，拢有上帝，互伊一点仔一点仔好起来。我还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我真做一个牧师人，我常常拢会感觉讲，兄弟若是甲上帝关系无好，拢是我的毋对啦，拢是我的毋对啦。讲道讲无好，然后生了无好看，身材嘛无够吸引人。若是我讲到有人困去的时阵，我心内就真艰苦啊！安尼是要安怎办？落尾我知影讲，对牧师娘在即个病情当中，还是伫
即礼拜全台湾大停电的当中的时阵，伫黑暗当中是上帝叫咱停一下，看一下，想一下，然后咱能顺顺啊行。愿咱大家一生平安，愿咱大家一生无病痛，愿咱大家伫上帝恩典当中，恁所讲所行会当真侪好的见证。无事定定爱为恁大家来祈祷。尤其是有时看到咱伫拜时在即个上年信歌队的时阵，真爱听吟诗，伫黑暗当中，因都搁咧唱即个免烦恼心平安，无碎心真平安。有时因咧看因咧爬楼梯的时阵，我就最想要甲抱起来，阿妈我来，我甲你抱起来。毋免啦啊！有时吼，即马拢骹骨拢比我较好，所以讲吼。有时我看到真侪长辈早前真认真伫教会服侍，真侪信仰的前辈，真侪信仰的真好的福音人。有时听到真侪兄姐哇认真带小组关怀探访伫教会当中，有的兄姐为着要关心一个人徛学倒来徛到真远的所在去关心，无论透风落雨，有的人为着要互人信主。空干、风糟蹋，嘛是照常去煮物件去互食。妇女才做会到，我做袂到，因为我生出来就歹看面。我若去共弄门，人毋敢甲我拒绝。你要信耶稣无？咱搁讲好无？你若要信耶稣无？门拍开，我来恁内面坐一下。你若搁歹走，要报警察啦哦！这是正经的代志。早前伫美容，毋知影要去啥物所的传福音，对去人弄门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传道，我是新来的传道，美容教会传道，然后去人弄门，人讲，迄是啥物物件？我毋知，结果我家己放牧啦，就是讲因为传道听无啦，人讲牧师较听有嘛，我就讲你好，我是美容教会的牧师，牧师是啥物？牧师，小牧大爱师。袂当赢，所以就去甲弄门。所以人毋敢开门，是因为讲看到一个高强大汉的即个查某人、查甫人去传福音时，拢会惊。但是女性的即个温柔的气力，还是女性的温柔，互人会当心来轻松，互人会当慢慢来讲的时阵，会当互人慢慢来接受耶稣。所以就兄弟，伫咱的生命当中，啥物是蒙福？蒙福就是咱伫经济顶面是有上帝的帮助甲照顾，咱也愿意奉献伫咱的宣教事工当中，而且咱会当对天父上帝遐得到平安，得到尊重，得到一个清楚的目标。咱会当来参加圣歌队，咱也会当来参加拜二的真爱灵的即个社区活动来做即个义工。伫厝内营营你嘛是会当来遮服侍嘛，对无？咱也会当来参加即个圣歌队，也是会当来关心其他所有伫即个社区当中需要关心的兄弟。另外兄弟，蒙福就是会当互咱伫经济顶面会当富有，然后咱有会当奉献，然后咱会当得到尊重甲清楚的目标。上帝为你来差遣天使到你的身边，引带你信耶稣。为虾米咱袂当食做别人的天使？咱也来过一款蒙福的人生。牧师鼓励大家会当来参加咱教会大细项的服侍，也愿上帝的平安甲福气、健康充满伫恁大家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有即个时间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主你互所有有从教会的兄弟，伊会当过一个蒙福、即个丰盛的人生。愿主上帝搁一届来对因讲话，阮会当尽力来服侍，尽力为别人来祈祷，尽力来成做别人的天使。愿主上帝会让看顾各守咱教会当中所有兄弟一生平安，有上帝所赏赐满满的福气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吟回应诗，回应诗540首，回应诗540首，请起立。来吟为全首。
祷吼，为着咱教会大细项事工来祈祷，尤其是教会70周年，咱会当进入丰盛培加特典来祈祷。咱若是丰盛，这一定是做伙入去的嘛。啊，做伙入去，所以咱一定是毋是讲牧师入去，还是长老入去，还是小组长入去，所以是所有兄弟入去做伙入去迦南地。总是会得到土地，是因为人愿意奉献，愿意为上帝征战，才会当得到土地。弟兄姊妹，咱会当付出咱的即个信用代价，咱来为着教会祈祷，讲主伫今年教会会当来进入丰盛，我也要甲你做伙来进入丰盛当中。第二，咱也为着身体有欠安尼兄弟来祈祷，求上帝医治来充满伫因的当中，愿主顾守咱教会当中。身体软弱的兄弟，伫周末顶面，咱拢有看到遮个兄弟，咱就出声为因祈祷。特别也为着我的牧师祈祷，互伊的身体会当赶紧勇行起来。然后咱也为着即个社会国际即咱的动不安来祈祷，特别为着即个俄罗斯甲即个乌克兰的即个战争来祈祷，愿主来赶紧来停止遮个战争，愿主来顾守遮个艰苦失丧的遮个兄弟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愿意来听阮众人的祈祷，让阮会当进入丰盛、培加特典。伫教会当中有上帝医治的大观念，充满伫教会当中，也有上帝所赏赐满满的福气、平安、健康，充满伫愿意来到主你面头前的这兄弟。因安怎为人祈祷，安怎为人祈求，安怎为人来代祷的时阵，求主加倍祝福予伊。愿主来看顾各首所有兄弟。伫你面头前祈祷，真侪芳芳的罪，摆列伫你的面头前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兄弟，请坐。这时，咱要来收奉献，咱请咱的执事来收奉献。
是请起你来吟奉献的诗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担阮的服侍甲阮的奉献，拢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阮已经看见，在凡事拢有你的恩典，在伫你，阮拢总有愿望。求对你遐来的恩典，才有逐项拢照着你所应允的来享受伫阮每一个兄弟顶面，对即时到永远。原来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祝福车恳。祝祷，咱请潘牧师。伫祝祷之前，先欢迎新的朋友吼。杨富贤甲杨青兰敢有伫咱当中，大家先拍鼓啊，欢迎因。愿上帝平安福气，甲恁三个弟弟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堂，愿信心的交通甲感动，愿上帝所享受满满的健康、平安、福气，充满伫恁大家，对打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，请坐，袂倒，闭会。